为四分关起咱的四公分了后，那么咱再当以咱的亲属人做主，以咱亲属人做主，伊就道德的行为是显露，因此这个承诺，生活非常的重要。伊独处的时阵，真容易心灵散漫，亲像我有时啊，点点坐遐，我老公你在发呆哦，没错，在发呆，有时要放空一下，因为工课足济时阵呢，就像办活动啊，还是讲要点桌啊，你要去找人，要找出你对一个人要怎安排，搁浅浅到动脑筋，哎哟，好动脑筋就像我的查某囝，虽然咧教册，但是啊，伊招伊的小朋友，不是小朋友啦，伊的高中生，已经拢毕业啦，讲要老师，人伊偌有智慧的，讲妈妈，来安排四头，好，四头来要创开智慧，所以呢，人伊讲的咱做阵呢，导了伊的教育学生来开智慧。那么这拢是爱经过咱的思路，要安怎去安排？那么搁咱家己本身，若无迄个念，搁有些。咱的念头很重要。咱今日以度人身传道亲，爱先度去了，规划了，咱会想尽办法，想尽办法要道路更加方便。因为咱今日修心是本，所以心情如何心情，或者大汉人都有讲民法，咱会开快车优累智慧，那么优累智慧咱就心靠意识哦。那么要如何把咱心靠意识化为实现？这个是咱今日内化的一个功夫。你今日若只要你内心有真理，看一只猫仔互内带，动物迄个保护动物的联盟就要去告迄个人啊咧，学大汉嘛叫退学呢。我无较看个新闻报道时，无较安尼想，你爱一只猫爱到安尼，但是迄猪啊、牛啊、鱼啊，一口一口大口吞。这个逻辑好像不是很合乎这个逻辑，那么但是呢，这是世间事，咱由咱主义做起，由咱主义做起，咱爱咱的宠物，但是咱爱所有的动物，那么咱附身了后，咱就是爱改变，咱爱食素食，因为素食是互生上较具体的行为，因此伫咱心斋、口斋、身斋的这食物内底，咱改为实现，改为实现，那么咱就是会当真正达到修身为本。好，气场，我一早读气场关系，因为谢老师会记得很对，是爱气场，场会的场，气场关系，气场关系，正好是规个，所以换变呀。这也就是道德的这体下，伊若是正义，才有法化力，先改变家己，才有感动别人。那么咱伫这甲咱讲气场，就是爱拄起办弄是非，因为咱的贵性靠有事哦，就是上路办弄是非，上路办弄是非，这样爱做一个改变。这种讲互项各位前提这种讲互项。来第二，无听甜言蜜语。伊都是口腹蜜饯，就是讲嘴讲啊出边，但是心肝内藏一条，带来对后边跟你捅一刀，有没有？有，或许都是这样的嘴讲啊出边，但是对后边你天对思想的那么，叫做弯性，那么弯理不用，见吼就是三个星期就好啦，忙星期领10000块嘛。一输10000块，如果咱有够迄个价，有够迄个在迄个经济没关系没关系，但是还是人讲爱布衣啦，会穿一就好啦，穿了会使讲像咱即阵互我讲即事这婚丧喜庆皆宜，会使来共中央，会倒来互请，迄道亲拢袂甲咱骂呢，迄道亲袂讲，你会使穿即事去中央请，搁穿即事来互我请，咱出家袂甲咱骂，搁甲咱非常的欢迎，因为请的是咱道场的制服，那么尊敬贤德之言，就是呢爱贵德，贵德，所以看言呀，如果咱做到安尼，那么贤德之言就会互咱看好。咱改变家己，规划家己了
了后，进去了后，咱就当感化别人。要去度人就足简单的吼。为啥物咱拢会讲？为啥物迄个好度人？伊乖，伊道理也无怎讲，为啥物好度人？因为伊就是迄个德性，嘛甲迄个袂求道的亲的亲的，有迄个缘分吼。咱话袂晓度人，袂晓讲道理，拢会请讲师真配请领因做这种讲师做伙去，做伙去，那么绝对百发百中哦。只要伊经伊做着回应，那么伊就对咱来求道，对咱来求道来修道办道。尊敬为重记录当其所好，所以看清清也，这就是齐家的特效。因为咱爱尊重军队培训。而且互我一个体会，就是讲，咱一定爱先齐家，才有法度各地变下。那么咱建议齐家，咱就是时常要甲咱慈悲开示的，因为如何咱这个家庭会当父子同堂、夫妇同修，成就了圆满的家庭，咱一定爱有这个体合，爱有这个伦理，尊重伦理培训。你对公公婆婆无友好，对爸爸妈妈无友好。不管是咱的公公婆婆，还是咱娘家爸爸妈妈，咱绝对拢爱用真好心来带来修道学道，来参考，来教咱共款来共办三者普渡一些圣事，而且爱共享富贵，重记录。就是讲，咱今日嘛讲，我今日是人的媳妇呢，爸妈带伊啦，婆婆公公带伊啦，我带伊啦，多谢谢有这个人。因为我去访亲我咧前几只会甲我答呢，我迄个媳妇安尼买水果，我人就冰冰坐伫遮，怎安尼赶去，拢无问讲妈妈你要食无？我就甲讲不要紧啦，因为伊无学道理，伊较毋捌，不要紧，你爱甲教，有机会你甲教，你要倒来互食，你甲伊教教了后呢，伊就晓若无看你爱食啥，我来甲你买互伊食，各位先生。我们身为一个候选，那么是爱甲咱前几只用这个福禄，亲像咱今日道人，道无方便，要归啥物啦？归上天，归咱的真理，咱的了凡书，毋是咱个人的这个，咱讲毋是咱个人有望啦，不是，我拢希望甲老公分享，甲祖囝分享，咱今日有这么大的福报。为咱的祖辈，为咱的天父师弟，确实是安尼确实是安尼。上天甲咱做最好的安排，那么好，伊讲当机地就是同理心，咱才有法度通看清楚影，因为当其所好但是这个好毋是讲伊爱拍麻将，伊对伊拍麻将的伊爱唱歌，伊对伊去唱歌，会使讲话就亲像怎爱唱歌。你咧隐昧的是歌，咱建议来咱兜唱歌，像我认得，就有一个先生讲，领恁听道理，阁是听道理，我足爱唱歌的，我若拜六道理听了妈妈在，伊咱拢认同拜六时阵，妈妈在我就去高雄演出，唱3天的歌，遮厉害，互我过来求证他的哥哥，伊甲我讲有影，伊足爱洗文泉唱歌，我即摆就甲教。我就甲阮迄个小妹讲，我小妹嘛足够唱歌小妹伊都会家人去家招，就去恁兜唱歌。你加我讲道理互伊听咧因为伊还袂清透。伊讲好，即摆拢会去小妹恁兜唱歌，毋免去到高雄唱歌所以各位姐妹，咱要会当坐工，这就是一个哲学一个哲学。咱要家倒开，关心情绪，所以看代时呀。是用代时的铁塔，大财不小用，小财不大用；大财不小用，小财不大用；小财小用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较是有影，我哋前辈才拢讲，领你做老公会咧，我讲嘿，互我靠这个厝食饭的就是咧讲话拢咧教人做工课尔，你毋是，你拢是这做的。后摆讲地甲乌噜噜，见鬼鬼啥？还讲书，因为道理拢讲互别人听，无留咧家己用。各位先生，学讲书的人真正上介辛苦，有够辛苦，你来学看卖呀。我甲讲，无我来扫厕所，你去台顶讲道理敢好？无可能，对毋对？伊讲我多，你去扫
扫帚扫，等于我扫帚扫伫厝拢咧扫，大家拢会对不对？但是要讲道理，我费用了你常常咧甲我讲，同学，我两个同学，为什么你遐甲我讲话？无共款用讲，阮公务处就是讲费用了你，真正为我爱上按赞吼上好了你，因为伊脚踏实地，伊只是会晓像我咧一支喙来点点。哦，各位先生，咱今日讲过要用代志嘛是共款，伊的哲学就是安尼。你甲伊放对位置就是天才，哦，就是天才。你甲伊无，伊本来是煮饭的，我甲两个行来，伊本来就是煮食的，你叫伊煮饭，咱先是有法度，有法度。你叫人家讲道理，伊会讲咩？你煮比的顶头安尼甲我害，所以无共款的这材料，哦，像你要煮糖醋，哦，你要煮糖醋，你绝对毋通落白菜，敢是哦，共款意思。你要煮豆腐汤，一定要落白菜。所以伫遮伊也是甲咱叫讲，甲咱煮比开始这铁塔，完成形式，你要安怎互咱官大官，会当讲真正会当是胜任。你今是使上的材料，你叫伊做一个哦，出色的事，无可能，哦，无可能。所以讲咱而且这也就是一个学问，那么中心中落，所以看事业，哦，而且也就是属学术中心的这个铁塔，和其红落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士。各位先生，咱拢有食过头路，亲像我较以早嘛食过头路。阮头家老板啊，甲我讲，哎，保米会价，后个月咱每一个人拢加2000的薪水。我第一个欢喜是无较欢喜到吼，迄真正讲不够欢喜。为虾米加薪水是上欢喜的？毋是通会讲你做愈济，加薪你著无加薪水，安尼咱才会欢喜呗。相对的，咱来到修办的这个行业内底，的这个押对宝，针对团队的因缘，各位先生，咱的薪水目送领，甲老母娘领，对，无错，非常好，真的，甲老母娘领。人生有4根存折，第一要有健康的存折，健康是一，无后壁你拢别讲，后壁咱不成数，健康的存折。哦，现金的存折，人际的存折，一定有人际的存折，无迄个咱读真活，哦，来一定都要有一份公的存折。这3本摕袂当袂要紧，但是这1本一定要摕倒去。1本若饱满，就是咱每天的5大条件饱满，概率成年原型火候，有啥？差吗？有差。那么各位先生，这也就是讲，咱今日。师尊老大人甲咱讲，只要你付出，哦，你就会结束；只要你投入，你就会深入。那么你这重赏上天这最乐安排一年内底，我们要不要冲？一定要冲。甲咱食头路无共款，哦，食头路是来趁钱爱冲啦，哈。若来到道场，咱只要上天甲咱这最乐安排，咱会当收机几天，那么上天绝对互咱饱满的回天条件，不管咱今日是遇到担心的是啥物的这个角色，若讲一间厝要起起，嘛爱铁啊，嘛爱沙啊，嘛爱水，嘛爱石头，所有具备的条件物件，我们都是轻中之重。咱是一个细的沙嘛好，一个细的石头嘛好，都是需要。若讲啊。今日点的我不做上帝，我嘛不做下帝，嘛讲三宝，我有免去，不是，是没办了当。哦，每一班你只要拢教，哦，老母娘大家拢去参加，老母娘大家拢看到你，各位先生，这个一定能较听啦。相对的，前辈者嘛是安尼，哦，前辈者嘛是安尼。那么而且只要咱重用这代志了后，咱来真诚真意信任伊。就像我通电的是常常甲阮讲的，权力下放，其实没有权力，只有责任的归属。责任非常的重要哦。你今日是一个婚礼组长也好，哦，你今日是一个咱厨房组也好，就像咱爱上厨房组就是阮连清义组长，哦，互我来讲，组长有50个人要思考，7、8个人要思考。
各位先生，好好别烦恼哦，对头啊到尾啊，伊只头啊讲，明日无够哭，哦，就是无迄下个路啊无够，伊去吹出来，哦，好就是打电话，马上就讲全部都备齐，就有一餐非常丰盛的素塔。哦，那么这个是爱信任，因为你只要信任他，就能做得到。你若无信任伊咧，各位先生，你多甲烦恼，啊你是五百无一日敲3通至4通电话，人家会不会烦？会。但是各位先生，咱做一个干部，哦，咱一定爱去斟酌哦。莫讲你交代伊安尼，啊，若我伊出状况的时阵，迄阵就害伊哦，所以爱斟酌，毋是啰嗦，爱斟酌，但是咱一定要信任伊。时事不变，所以看变的信仰，会受人心的这个贴合。哦，时事，这我高时相信。这时事不变，这是咱个还好。但是一本嘛，也是对不薄烈，哦，咱是对厚烈，但是咱有做上了咱做厚量的。那么人家时事，咱信一个这国家是一个干部，就像阮帮助你也是互行的，时常咧派车，吼，来派车，各位先生，像阮村委组长，哦，还是咱有做者咱中年先生，伊是在文旦。那么你在文旦的这一年内底，伊咧修行文旦，还是讲伊咧练文旦？你讲，会当时常甲讲，村委组长，明仔载咱载电咱司机坐飞机，啊，明下晡要载着一个去坐飞机去泉州，一日甲派双台。各位先生，伊就免袂闲话，因为你甲伊讲，伊袂毋敢提示。阮村里组长拢无提示的，只要你讲，但是咱会去找人的，会招人。伊专心咧练英文啊，一定要有经济哦，无经济伊要安怎爱休息学的，所以才会时事不变，所以判别信仰，这个修人心的贴合。伫这时间你莫来派哦，像阮帮助你，伊这时间用自己来，因为伊性格无我共款，天天星期天哦，伊就家己来，哦，家己来，安尼就是会去招人，那么当然是这个不变就是。减税收啊，或者是政府国家的这个理念，那么这就对我们讲，咱啊伊讲袂话伊拍电话，因为有我伊讲吼，无甲一礼拜装完伊呢，哦上天身边，那么各位先生，对这个开始，时阵开始你就是不管是一刚派三抓伊就那，哦，或者可以是马骑在那个司机坐飞机，那么来自信。发起意念、情绪、所以判别供养，这个是科产，也是配合。以上样的建议，表达书是想要甲咱讲吼，鼓励啦，毋是讲甲咱鞭策，甲咱鼓励。啊，调整来遮歹，啊，参考的人数咱遮少，这就是咧甲咱考察，哦，考察，日日考察，考期清单，咱有做者认定班。哦，是阮爱上服务金工银班吼，新钢筋干部人才训练。那么阮教务处的吼，叫爱请名，哦，这个事实也无变，你啥名就知影你有来无来啊？那这就是咧考勤清单。那么管检验病期卡准，是咧去检验，毋是讲检验啦，关心啦，哦，这是各方面第一国家来检验。啊，那咱呢？咱来关心，袂是讲要安怎讲，伊的适合人才放对地方，人才肯定所在就是天才，咱就是来考验伊的卡准。伊是对青内面，好像阮即马有一个新老师哦，因为青口的秀气，我看伊青内面哦，好互人自叹不已，因为伊专业哦，伊即马无伫公司上班，伊公司专门咧青内面，够专业，咧头仔问我看伊录一个，过来清气淡淡，互我伫遐录一波，录到镜头啊，就要关去，录袂清气。这就是伊的卡的所在。那么准的所在就是卡，伊讲互我是内面，互我是准，但是勤能补拙，慢慢来学，啊，适才适用。科材料恭敬不偏，胸怀分明，因材施教，温规并用，必中顺体，必安。
爱修复诸河，伫外地的诸河要如何去甲修复？一定要做一个温要安怎操控这有足侪的这个细节，记出细是伫风雨以前。这个诸河虽然是倒落啊，但是你爱去旁之以记之，这个所在较有地理。以为国四国者在福之，北诸河四国的，就是去匈奴啦，还是满蛮来甲伊接去啊？你要如何去解放？之这个诸河这个国土。宜兰市为退迁的国家平原上水上下上岸，调聘一时，就是共款的5年一调，3年一聘，固定时间，这是国家政治的因缘。那么咱国外开放的队伍，咱一定有固定的时间干部的训练，还是讲天人合一般的这音乐要如何互外国的特先都来参与。咱绝对有一个时间性的计划，无可能讲今日请泰国的回来，明仔载请台湾的回来，整个就会很乱。来服务部来送出去的礼物是会贵重的人办送的物件，咱嘛起起爱祝福，咱祝福诸河之心。伊诸河拢会操控嘛，伊会摕物件布匹啦，是马啊，像我看物件转送迄羊皮啦那么这也是讲，伊送啥物来咱拢收，相对甲咱着体共款真像无法若出门转来阮兜的椅仔，阮兜的门口有放一条椅仔时常拢有人咧送落地菜龟、鱼仔，就敢看鱼仔，今日姑婆人无来，我就知迄红牛送来我交代姑婆，会使有甲我讲是姑婆的后生仔。各位先生，咱今日伫这道场内底，咱的前辈才照顾着亲，就是安尼送做侪物件，要咱拜拜啦，要咱真欢喜，有够济，那么咱拢嘛起遐好诶嘛甲收，咱无爱食，咱嘛是甲收，但是咱叫咱转送，咱会咱转送，莫讲这个无爱食，像阮阿时常摕咧白条叫互学大概收起的时候，真的各位姐姐或许不说谎话，都一坨头两个大，因为老公不吃，剩下我们2个，我自己煮自己吃，只能吃2条。我要安怎？我要去甲分送给别人，分送给别人，因为迄嘛做起来做爱吃，迄够心中呢，茄子它是照顾我们的心脏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我要请太结语了。还为天下国家有经所以行之者一样。各位先生，伊国内天下有9个原则，但是9合一，9合一，就是达到这个行，就是道，行者行也，精诚所领，金石为开。咱今日伫修办的这1年内底，咱对每一个道亲，新道亲也好，去道人、新传道亲，咱拢爱以诚相待，绝对袂使用理。嘛讲我去道这个人，当然以袂一个上天做咱有3分的功力，上咱做咱7分，这是无对，咱是鼓励新道亲去道人。但是咱今日已经达到清商的已经找根本啦以修身为本，对咱内化咱的心灵了后，以清净心来对待所有一切，那么咱大家拢欢喜修办的因缘，我们就不着相。但是咱只要咱依着咱一颗清净的心来对待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对待咱每一个大小的道务，各位先生，上天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，因此就会回来。这是以上是互学。真正国家会选伊袂紧张，惊讲袂惯，所以咧，互学的伊着互学，也是这一段的这小小的心得，来甲各位前面共同分享。那么当然有足侪信义难切，有足侪的不足。盼望前人点了诗感恩各位先生会当甲互学多多的包涵，多多的见谅。所以叫各位前面心心如怀。心怀如意，感谢各位先生慈悲给获取学习的机会，谢谢。
蔡祥担任负责午餐区素食健康做事的长官，